Hello，週末好啊！南方嘅冬天依舊係花開富貴嘅景象喎。趕喺新年之前，泰康之家廣州月園嘅餐廳亦都迎嚟咗新裝修。從四季花廳入嚟，經過咖啡吧，新鮮出爐嘅麵包好香啊！繼續往前行就係我哋月園嘅群賢匯餐廳啦。一入門口就可以見到一幅紅紅火火嘅荔枝圖啦，係我哋嶺南嘅一大特色。服務台亦都非常之時尚，新增咗4個包廂，其中呢個海參沙包廂呢，亦都係我最中意嘅設計之一啦。公區用餐嘅環境呢，就有更大嘅空間，而且你睇下，溫馨典雅，大家一齊與眾同樂啊！想嚟我哋大灣區參觀考察，記得聯繫我啦〜